至少2個人死。氣象部門預測譚美會喺夜晚8點最接近台灣。譚美來勢洶洶，新北市海邊激起近10米高浪花，雨勢亦都相當大，唔少漁船已經回港避風。新竹縣嘅河水暴漲，直衝向馬路，就連水渠蓋都抵受唔住洪水嘅威力。有橋梁被洪水淹沒，一個老人家喺揸電單車經過嘅時候被沖走死亡。人家叫他不要過，他就一直要從這邊過啊。他怎麼過去的？那時候已經有水了嗎？那時候已經有水了嗎？就是好像一陣水很大，這樣把它沖走。呢是受到颱風的影響。受到譚美影響，台灣有過百班航機延誤或者取消，大概3萬個旅客受到影響。軍方喺新北部分地區部署裝甲車，準備喺水浸嘅時候進入災區救人。馬英九總統朝頭早去到災害應變中心聽取彙報嘅時候，已經向各地發出指示，要求提高警覺，隨時作出應對。台灣氣象部門話，譚美正係向西北方向移動，中心風力達11級，受到外圍環流影響，部分地區雨量可能超過1000毫米。預料譚美掠過台灣之後，會喺福建沿海中北部登陸。喺福建沿岸，風力正係逐步增強，當局呼籲遊客離開泳灘，附近嘅鋪頭亦都提早閂門。當局已經調動過萬名士兵運送物資，準備應付災情。無線電視記者吳慧欣報道。而譚美亦都影響來往香港同台北嘅航空交通。截至下晝5點鐘，有35班航機取消，有旅客去到機場先至知道行程受阻。譚美打亂唔少人嘅旅程，有參加旅行團嘅內地旅客由深圳嚟香港轉機到台北旅遊，嚟到機場先知道航班受阻。在等通知，我不太清楚，可能走到哪去了。就是現在你們期望的這個安排是怎麼樣？我們反正聽領隊的，怎麼安排？要不然可能會轉乘其他航班，可以不啦？在等通知。不擔心。不擔心，對，也沒關係嘛，走到一天，這是颱風嘛。隨住譚美越近台灣，香港同台北之間嘅航空交通差唔多完全停頓。晏晝更多嘅旅客滯留機場。國泰航空話預計星期4可以恢復來往台北嘅定期航班，但係會額外加開航班，同埋改用大型客機疏導旅客。不過隨住譚美登陸福建一帶，福建同埋華東嘅航班就可能受到影響。航空公司呼籲旅客出發之前應該上網睇最新嘅航班資訊，又呼籲未確認機位嘅旅客唔好去機場。無線電視記者藍海瑩報導。而家休息一陣，翻嚟會報導馬尼拉人質事件死者嘅家屬同傷。